今集社長講姜濤，你聽過聖誕佛誕車公誕，有冇聽過姜公誕啊？所謂嘅姜公誕就係香港頂流姜濤嘅生日，就喺4月30日，姜濤26歲生日，6000幾個 fans 動用咗200幾萬港紙組成咗人肉照片牆，包晒銅鑼灣成條街嘅 LED mon 進行咗全天候嘅滾動宣傳，巴士車身、巴士站全部貼晒佢嘅生日海報，狂佔公共資源。夜晚仲動用無人機放晒煙花咁，聽講有啲地方因此塞車塞咗6粒鐘，我頂你個肺，真係春節都冇咁熱鬧啊！而佢哋嘅壽星公姜濤生日流流，居然大吉利是着住一身黑西裝，同佢嗰班平均年齡45歲嘅瘋狂 fans 見面。呢位姜濤唔知各位社員有冇聽過佢嘅大名？就算唔識佢都唔出奇，佢都紅唔過羅湖。社長收到風係因為之前睇過一條視頻，講佢登台嘅時候唱歌唱到得意忘形，居然唔記得自己喺度咪緊嘴，學人跳舞又跳到好似小兒麻痹咁，而且出道以嚟，姜公嘅顏值就越嚟越圓潤豐滿。26歲嘅佢未到中年就先發福，佢咁個款居然可以連續3屆獲得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男歌手同埋5次斬獲叱咤樂壇我最喜愛歌曲大獎，追平咗張學友同埋陳奕迅嘅紀錄。天理循環，公道人心，何在？唔怪得之連王晶都要插佢啦。喂大佬，話晒都叫做係偶像啦，減減肥得唔得啊？玉面飛龍塊面果然好多肉。咁究竟呢位長相平庸、唱功一般、四肢又唔算十分協調，同你相睇都不一定睇得上眼嘅先天性素人，係點樣一步一步成為咗香港嘅頂流嘅呢？1999年出生嘅姜濤，父母都係上海人，老豆係廚師，伙食好到不得了，所以姜濤自細就係肥仔一個，聽講最重去到200斤。2017年第一次減肥成功嘅佢，參加咗湖南衛視嘅快樂男聲，止步30強。2018年，姜濤參加香港 ViuTV 嘅選秀節目《全民造星》，最終奪得冠軍，並且同埋其他11位選手組成咗 MIRROR 男團出道。關鍵係香港娛樂圈冇人啊嘛！80年代、90年代，甚至係2000年，香港娛樂圈天王天后輩出。80年代有梅艷芳、張國榮、譚詠麟；90年代有4大天王王菲、鄭秀文；2000年之後又有陳奕迅、謝霆鋒、鄧紫棋。但係之後唱得嘅都上晒大陸揾人仔，剩低晒嗰班過唔到羅湖嘅侏羅紀喺度玩小圈子自娛自樂。你睇下佢同期登頂嘅盧瀚霆，號稱男歌手，但係除咗性別冇一忽似男人，仲有阿儀五音不全嘅天籟，加上佢嗰副鬼斧神工嘅尊容，居然可以成為咗頂流。香港娛樂圈搞乜鬼啊？喺娛樂圈閉關鎖區嘅情況底下，資本趁低吸納，利用呢個史無前例嘅娛樂圈頂流真空期，眾多矮仔中揾出一個高佬，佢哋睇中咗其貌不揚、容易操控又毫無背景嘅姜濤。經紀公司為姜濤度身訂造，養成係偶像路線，通過密集嘅曝光同埋包裝嚟提升佢嘅人氣。譬如大量安排佢參加國內嘅綜藝節目，增加佢喺公眾面前嘅露面機會，塑造一個陽光努力嘅正面形象，吸引咗大量嘅 fans 關注。姜濤點解會紅？簡單嚟講，有啲人飢不擇食咯，佢嘅 fans 以中年女性為主，呢班師奶有工資有家用，甚至有埋退休金，消費力同埋組織力驚人，所以先至有今次 fans 佔用公共資源搞姜公誕嘅離譜事件。下一集社長同大家講下香港嘅真正頂流，最近開緊演唱會嘅謝霆鋒，記得關注社長啦。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